最強對最強，運動最強嘅全能藝員對上顏值最高嘅精英運動員，究竟邊個會贏到最後？楊文慧啊嘛，哇幾大力㗎你都！多指教，跳高女神啊嘛，好大力啊！但係今日咧未必有跳高喎。唔使跳高都贏到。你哋今日會接受5個回合嘅挑戰，勝出者將會得到手上面嘅華為 Watch 5手錶一隻。Round 1致繩關鍵。遊戲規則兩個人需要爆絲跳繩，然後 HIIT 最後尾以平均心率數據定勝負，過程中可以任意挑引對方。你死梗啦！最後機會俾我打低香港嘅精英運動員啊！邊個話俾你打低到？啊點啊 HIIT OK。好 ，Let's go！ 咁鬼快嘅你，果然係跳高嘅肌肉啊！人嚟笑先。好攰啊！已經我隻腳冇力啦，已經仲加速到嘅，講到嘢啦！攰死我啦！169。經過節目組嘅精密計算，Brian 嘅心率回復得快啲，所以呢一 round 咧係 Brian 勝出嘅。我終於贏到我嘅偶像啦！得咗啦，阿貓。唔緊要，仲有下個挑戰。